咁我而家同大家講下關於帶狀疱疹中醫係點樣睇同中醫係點樣治療嘅啦嚇。帶狀疱疹咧又叫做生蛇嚇，呢個係俗稱嘅講法嚟嘅。咁西醫認為咧，咁呢個病就係由嗰個水痘帶狀疱疹病毒嚇感染，跟住潛喺體內面發出嚟嘅一個皮膚病。點解叫帶狀疱疹啊？因為佢通常係沿住個神經支配嘅皮膚啦出現一個水束狀嘅疱疹好似一條帶咁樣，好似一蛇咁樣嚇，所以叫帶狀疱疹，亦都叫做生蛇呢種病咧發作起嚟嘅係病人係非常痛苦嘅因為係又痕啦又痛啦睡眠生活都會嚴重受到影響好多病人咧呢個病出現之後咧，其實佢係可以得到好好嘅處理唔需要話遺留一個好長久嘅神經痛嘅。個方法係乜嘢咧？就係喺發作嘅時候咧佢有適當嘅係中醫治療因為中醫係點樣睇呢個病咧？就係一個正氣虛主要係一個脾氣弱咗跟住濕氣內蘊尤其着重於喺個肝膽方面肝膽濕熱或者係肝膽火旺而導致嘅一個疱疹嘅發作呢一類嘅話咧嗰個疱疹個水一般都係偏黃濁嘅，如果拮穿佢嘅話啲水液流出嚟係比較黏稠嘅。咁我哋係點樣治療先至係會比較及時同埋比較少遺留落呢個神經痛咧就係首先用嗰個梅花針喺局部臼刺令到佢嗰個漿液出嚟，然之後配合藥物嘅內服咁藥物嘅內服，因為佢嗰個肝膽濕熱呢個症型係最常見嘅所以咧就由清肝利膽利濕呢一方面去考慮。一般嚟講咁樣治療3到4次遺留神經痛嘅機會係好細嘅但係如果唔係咁樣去處理嘅話咧常規嘅一個可能搽藥膏或者係只係內服藥嘅話咧可能喺個疱疹謝咗之後咧，佢喺局部嘅皮膚亦都可能遺留比較長久時間嘅神經痛嘅有啲係幾個月啦有啲係甚至係半年嘅都有見過咁呢一類病係邊啲人先容易發咧一般係就係嗰個免疫力特別低下嘅人或者係喺長期嘅疲勞之後啦或者係身體弱咗啦突發感冒之後啦先至容易發作嘅。所以點樣去預防呢一個病咧最重要就係做好4時陰陽寒色寒溫適配令到個身體個正氣處於一個比較充足嘅狀態呢個病就發作嘅機會就會比較低以下就係對帶狀疱疹嘅一啲見解。